美国参议陪审团裁定总统拜登的后生 Hunter 3项重罪成立，上当关25年，佫影响到老爸连任的选情。日本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结婚了后，翁某一定要改共生的国家，500年后可能规个日本拢生杀倒。泰国有抢生上生啊，过程真惊险，第2只生出来时阵，险互树妈妈当作入侵者大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美国反议陪审团昨裁定，总统拜登的后生 Hunter 非法持有枪等3项重罪成立，上当会当判关25年。拜登正做头一个伫咧在任的期间，就有假日去互判有罪美国总统，对伊的选情恐惊是有真大影响。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拜登11日家乡德拉瓦州的威明顿出庭，互陪审团认定违反防止导演者持有枪炮的法律，宣布3项罪名，包括对持有联邦政府销售许可的枪械店员讲白贼，向联邦机构提出枪支申请的时阵做无实在表达，也甲第2018年10月12至23有毒瘾期间，或者是使用毒品期间持有非法取得的枪，全部拢有罪。判决创下美国历史上头一个在位总统的子女判有罪记录。No one in this country is above the law. Everyone must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even this defendant. 亨特·拜登3项重罪会面临上悬25年的徒刑加75万美金，超过2400万台票的罚款。对这代志，拜登嘛发表声明，表示会接受判决结果，各伫囡仔考虑上诉的时阵，继续尊重司法程序。The president has indicated already he will not pardon his son. I think his family has been through a lot. Based on what I read, what I saw, sure he was guilty. 拜登11特别改变行程，坐专机前往家乡，甲亨特揽一个。拜登伫出席华盛顿举行的枪击管制组织峰会表示，要严格调查各买枪的背景。We're not stopping there. It's time once again to do what I did when I was a senator. Ban assault weapons. 81岁拜登一生悲剧真济，伫一届车祸先失去伊的情某甲查某囝，大汉囝尾仔嘛得着脑癌过身，即马细汉囝可能面临监禁。做爸爸的拜登的烦恼是当然的，为着避免家族形象搁再受伤，亨特伫车闸出庭的时阵放弃定向答辩。不过亨特官司一定会变做拜登甲川普6月27头一场总统辩论攻击的目标，是毋是会冲击拜登连任的路，也有待观察。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欧洲议会选举过后，这右派势力崛起，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提早国会解散。时阵各党派就互相革命，就是要拼胜利。右派共和党的党主席为着要甲现任的马克宏政府救来，是暗算要甲极右派合作。不过左派嘛是暗算要同齐推出候选人甲右派请拼。也若是现任的总统马克宏的复兴党，目前的民调是敢若剩19%，要继续执政恐惊是真拼。J'ai pris mes responsabilités dans un moment très lourd, très grave pour le pays, où la France est menacée par l'alliance honteuse des insoumis. Honte à vous. Oui. Vous ne méritez pas le nom qui est inscrit sur votre façade, monsieur. Votre diatribe m'honore, madame. 现出共和党应该甲极右派国民联盟合作主张的CLD，全方结束转来到巴黎市区的东部大楼，除了互媒体包围入门以外，也互历史政党议员解骂。连续右派共和党毋但是法国的老牌政党，更加去俄罗斯第5共和建立者戴高乐传统的继承者。将今年要跨越政治光谱，加过去40年来为着防堵极右派所设的警戒线给扭来，因讲互整个法国真惊惊的失望。Pourquoi il a changé de RN? Mais parce que le RN aujourd'hui est à un score qui est historique. Les Français parlent. On ne peut pas ne pas écouter les Français qui disent aujourd'hui que l'opposition au macronisme, nous on est opposés au macronisme, qui disent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rce d'opposition. Donc moi je crois effectivement qu'il faut des alliances. Vous êtes plus opposé au macronisme qu'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Bien sûr, bien sûr. CLD 的主张自然伫党内引发真大的批评，对国会到地方拢有党员跳出来是叛徒爱走，也是叫伊脱党。出身共和党伫马克宏政府担任内政部长的达马南是讲 ，CLD 的主张是戴高乐家族集体，并且甲伊甲离间进程甲纳粹德国签署的慕尼黑协议来做比较。不过另外一方面，国民联盟党总调勒庞是俄罗 CLD 的勇气甲责任心。
马克宏宣布提前举行国会选举了后，左右各党各派随即采取合纵的政策来争取上段胜利。社会党、绿党、共产党及左派法国不区在暗时也达成历史性协议，组成大左派联盟。每一个选区共同推派一个代表来参选，要拼多数席次。欧洲议会选举了上新的民调，国民联盟支持率有34%，马克宏的复兴党只有19%。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换来看中东，这局势又搁升温啊！以色列昨暗是向黎巴嫩的南部发动空袭，真主党的指挥官阿布杜拉去互崩死。真主党今日就随报复，向以色列的北部发射大约是160粒的火箭弹，有真侪城镇但空袭警报。咱来看这画面，是真主党发射火箭弹，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紧急启动。白色的烟雾就是代表有甲火箭弹炸落来。根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这回空袭是以下战争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上大的一届，发射900粒火箭弹，有真侪所在着火烧，目前是还未传出人员伤亡。也若是这场空袭是去互认定讲是咧报复以色列崩死真主党的指挥官。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版本的加沙停火草案，哈马斯是呼吁完全停火。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表示，暂时的内阁已经批准。人伫咧中东走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表示，应该会有正好的结果，伊是乐观看待。甲美国同齐其中协调以下谈判的埃及甲卡达证实，巴勒斯坦已经针对联合国安理会初答通过的停火协议第9回复。哈马斯在一暗发声明，呼吁完全停止伫加沙的战斗。甲因间伫咧人线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表示，相关回复内容是以巴勒斯坦百姓的利益上优先，佮强调必须完全停止对加沙的继续侵略。根据了解，哈马斯的停火呼吁定调将草案版本的停火6礼拜变作永久。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表示，哈马斯提交的答复真有帮助。美国正在评估这个相关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承认，伊的战时内阁已经批准联合国安理会草案，也毋过无明确表示支持。伊的内阁中继续派成员已经威胁要退出纳坦雅胡的执政联盟。继续派认为，协议草案继续推动，未需向哈马斯导航。当地中东奔走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伊伫特拉维夫大的饭店外口，有示威民众举美国国旗甲人质相片，呼吁达成协议。布林肯也甲因谈话。I met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last night, and he reaffirmed his commitment to the proposal, and I think there is a strong consensus again behind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proposal. 布林肯随后飞去约旦西海，呼吁哈马斯接受美国版本的停火协议草案，佮宣布对巴勒斯坦提供超过4亿美金的援助。联合国方面是佮提出2个方案，毋望会当利用这个时机点佮氛围，为以下真正停火佮后手的和平铺路。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泰国的首都曼谷昨透早4点外，一个观光市场就火烧。在市场内底有一间咧卖动物伴的店家，超过1000只动物去互烧死。消防单位表示，可能是因为烧拍电造成的。乌烟持续为市集内底闻出来，消防队员全出去拍火，较真感受人潮伫内底。泰国首都曼谷真出名的赤兔赤市集，11透早4点外传出火灾，规大片所在是全火。虽然消防员伫半点钟了后，就甲火拍花，不过却是造成超过1000只动物，因为这个火灾全死亡，加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เพราะว่าจากที่เห็นสภาพก็คือเขาอยู่ในที่ของเขาในกล่องเขาก็คือเขา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ไปไหนมาไหนได้คาดว่าน่าจ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อ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อนกับควันไฟใช่这个发生大火的赤兔赤市集是东南亚上界大的露天市场之一，嘛是泰国曼谷真出名的观光景点，有几啊万间店头开伫真下巷仔底。有人讲每礼拜拢有要20万的游客去遐行大甲消费，而且卖宠物的店头就伫市集27区内底的其中4区，总面积差不多1400平方公尺。消防员初步调查发现讲，118间宠物的店头，差不多拢因为这个大火规个乌有去。现场有真侪已经烧甲臭火焦、烧甲变形的铁人啊！有宠物店的头家接到这个消息，赶去现场看到家己的店烧甲乌有去，是要哭无目屎。
ตั้งแต่ได้ยินข่าวเนาะที่เพื่อนโทรมามันช็อกค่ะมั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ว่าอยากร้องแต่มันร้องไม่ออกอ่ะมันไม่รู้จะร้องยังไ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โรงเรียนก็เพิ่งเปิดเทอมใช่ไหมคะรายจ่ายที่เราจ่ายเราก็จ่ายไปแล้วค่ะรถค่ะบ้านค่ะ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รายได้คือที่มีบ้านมีรถได้ก็จากการเลี้ยงประกาศการขายประกาศ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当地消防单位表示，这个火灾哪像是电线压死引起的。泰国的动保团体批评讲，恰图恰市集是万国让人感觉真见效的所在，因为真侪动物拢是透过非法走私来的，呼吁政府都要采取行动，阻挡这种完全无意义而且是虐待动物的行为。公视新闻陈伟仁、郑建讲编译。日本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结婚了后，翁某爱改做共姓的国家，对翁姓、对某姓拢会使。不过多数也拢是女方改做对翁姓。不过现代社会愈来愈追求平等，根据 NHK 一份民调，是有62%的人赞成讲翁某无一定爱共姓，敢若27%认为讲也是爱共姓才好。赞成的这派有真侪人是认为讲应该爱开放，互大家自由选择。也若有的人是认为讲，多数拢是女性改姓，安尼并无公平。也若有的人是感觉讲，家己的姓就代表家己的家族，凭什么就爱放弃？也若反对的人，多数是认为讲，共一个姓就代表因是亲人，也讲若是无共姓，这家族来讲，因的关系就会袂歹。除了个人甲家族权益的问题，但是对规个社会来讲，可能阁有一款姓去互灭去的现象。目前日本的三大姓第一名杀到183万人，是占总人口的1.5%。也若第二名苏苏去，第三名塔卡哈西。有一个学者就分析讲，若是照目前的法律，结婚了后一定爱改做共姓。第一名姓杀到的人，这人就会愈来愈多。500年后，可能规个日本的人拢姓杀到，其他姓就拢无去啊。结婚了是不是爱管翁姓？这个问题，和日本人已经困了真久啊。根据日本民法甲和执法规定，阿无结婚了后，姓必须要统一，虽然无规定袂使缀某姓。也毋过调查显示，日本95%以上的结婚妇女拢改缀翁姓。也毋过随着愈来愈多日本女性去工作，结婚了后改姓可能带来各种困扰。そこでずっと働いてた人だったら、なんか名字いきなり変わって。でも他の社員さんが戸惑うっていうか、だからそのままずっと会社では元々の名字を使って働けることは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全日本有袂少的已经结婚的职业妇女，选择伫工作上保留家己的姓，也过伫所有法律的文件顶面，依然是使用翁的姓，将做家庭统一的姓。不过，这因伫开银行口座、申请信用卡，也是出国旅行时，也发生出姓无同争议。因为这个问题，伫女性的工作表现愈来愈受肯定，女性的高阶主管一直增加的情况下，已经无过这是个人的问题，也可能为企业带来商业的风险。因此，由1500间公司组成的商业联合会，打算伫下礼拜向政府来提案，并且要求国会司法支持已经结婚的妇女，也使保有伫结婚进前的姓。企業で働く一人一人の生き方やキャリアの選択肢を増やす観点から夫婦同姓しか選択できない現在の制度を改め希望すれば不自由なく自らの姓を選択できる制度を求めてまいります。随上几项调查显示，日本大多数人支持双姓家庭，最近有几个人拍官司要求改变这制度。不过，2015年甲2021年，这个法院裁定现有单一的姓政策并无违宪，建议国会讨论这项议题。也过有执政党内保守派反对，相关审议工作是停顿落来。对这阵，一个民间团体提出相关的议案，内阁官房长官讲，民众对此有各种无同的意见，需要详细来讨论。也若根据日本一名学者研究，若是按照即阵的制度不变，加上即阵囡仔市场的冲击，日本县会面临灭绝的危机。大约500年后，日本人可能敢若剩做点这个姓而已。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泰国直接像顶礼拜五是罕见生双生啊，这抢生灵凤胎几率是敢若1%真珍贵，不过这过程嘛是真惊险。因为连树妈妈家己都唔知影讲会生双生啊，所以讲第二只生出来的时阵，险去互树妈妈当作入侵者甲打死。加在这工作人员是赶紧走入去阻挡，2只枪才会当拢平安出世。像仔囝我伫咧树木边啊，伫咧冲凉，
看起来真古锥。泰国第二首都大城府顶礼拜五，抢母是一只公的甲一只母的两只古锥的抢仔囝。不过，这母的抢仔囝生的过程有点惊险，伊差点互抢母打死，因为抢母唔知讲家己生的是双生仔，有两只抢仔囝。36岁阿周昌家母助理，伊生的是80公斤的公的抢仔囝。无到20分钟了后，60公斤重的这只母的抢仔囝也生落啊。家母助理无生过双生仔，当时因为讲后壁生的这只抢仔囝是入侵者，是时间真歹来攻击这只抢仔囝，大家去换来甲抢仔囝拖走。Of course, the mother attacked that baby because she'd never had twins before, because it's very rare, and that had caused her some pain, so she was attacking it. 边仔伫咧看饲这大象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后，赶紧来阻止这抢母。不过过程中有人互抢母打到，不幸受伤。刚才尾啊抢母有停落来，抢仔囝也平安无代志。The little girl, she's quite small, and she's not able to reach the mother's milk. And the boy, I don't know if he's taller, but I don't know if he's just lazy or a bit slower. But he's not been feeding either. So they've been expressing the milk and syringe feeding them. 研究团体是讲，双生仔的抢仔囝真少看，还有敢若占出生的抢仔囝总数1%，一只公的一只母的种量红胎是更加少。准抢母已经接受家己生两只抢仔囝，也来按照泰国习俗，两只抢仔囝会等到出世7天了才号名。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流浪狗伫咧真侪国家甲城市拢是真头壳疼的问题，科索沃的首都流浪狗就超过4000只。是讲当地政府就发补贴，鼓励民众收养这挂狗仔，一只一个月就补助50块欧元，好代票就是1700块左右。科索沃首都普里斯提纳4月当看到流浪狗伫路边，根据统计，当地流浪狗有4000多只。最近定团狗仔攻击人类的事件，整理一只流浪狗互人喊的影片曝光了后，引起动保人士的抗议，互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普里斯提纳市长就提出一项大胆计划，要互流浪狗伫街路消失。Të favorshme jo shumë njerëz edhe kanë mundësi për me adaptu qenën dasak, për arsye se edhe nevojitet një kosto për me mirëmbajt një kafsh apo një qen. Edhe ne kemi ofru një shumë prej 50 eurove në muaj për adaptim të qenëve se cilës familje që faktikisht i ka kushtet edhe mundet, i ka kushtet ashtu në shtëpi apo aty ku jeton për me adaptu një qen endacak. 为着互流浪狗拢会当有一个家，当局奖励个别家庭每领养一只狗，会当每个月得到50欧元相当代票1700块的补助。伫这进前，市府会为每一只流浪狗做疫苗甲节育。出来有笃定这位先生，首先响应一群仔就领养10只狗。Po unë jam I kënaqur me veten që ku mujt me bë diçka për ta, me bë një kul mi kokë. Ushqim të mjaftueshëm, hapësinë të mjaftueshme. Jo mi moj qenë mbyllun, jo mi moj qenë rrugëve。这项措施虽然得到肯定，也毋过有动保人士认为，敢若小钱无法度解决问题，爱落实饲养登记甲严定放杀等规范。So the legislation is not getting applied because we have a regular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dogs with owners, so that if one person abandons its animals, then he gets a fine. But none of those fines were given up to now in Kosovo, and we have a high number of people that abandon their dogs. 动保人士评估，市府的补贴政策袂互流浪狗一夜之间就消失，爱发挥成效，恐计就要等10年还是20年。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智利中部的海岸有一款徛鹅，数量是减真济。去年是有800多对生团，今年竟然干那一对，未来是真有可能的节症。专家就讲，因为禽流感、性婴现象加上海洋污染，这徛鹅的生存是面临真严重的威胁。徛鹅伫海中游水，生长伫南美洲智利沿海的红石徛鹅，是少数会当伫寒冷洋流经过热带地区活动徛鹅。只是红石徛鹅的数量真紧减少，正做全球17种徛鹅中上可能灭绝的物种。兽医师指出，因为因素是红石徛鹅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por la no supervisión de mascotas, también por arte de pesca que se traduce en contaminación de los mares. En este caso fue un anzuelo, pero el día de mañana pudo haber sido otro tipo de plástico en ejemplares que no logran ingresar al centro y fallecen en vía libre. Y también la destrucción de hábitat, la perturbación de lugares de anidación que son importantes. 红石徛鹅生土地主要分布伫南美洲智利甲秘鲁海岸，相较体长大约65至70公分，头壳乌色，有一条白色的带。 为目睭后壁细过耳孔，一直延伸到下海附近，是因主要的特征。有一寡脚趾片会有白色斑点。红石徛鹅伫保护现状分类红蝶鱼强要消失的物种，目前现存族群大约32000只左右。 Fue como la tormenta perfecta porque fue la gripe aviar más el fenómeno del niño que desplazó toda la alimentación hacia la zona sur y por lo tanto en todo el norte de Chile la reproducción bajó casi a niveles cero y además de eso murieron muchos pingüinos por la combinación de gripe aviar. 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红石徛鹅的繁殖交配数量为去年的842对降到今年只发现1对。过去几十年来，红石徛鹅已经成做生态旅游的焦点，即马多数的徛鹅拢伫保护区内繁殖，各个动物园也拢会当看到因身影。 公视新闻地为您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